在曼谷老城歐的一隅，我隨意走進一座寺廟臥佛寺，沒有記窪路線，也沒有打卡清禪，只想慢慢走，隨便看看。陽光透過飛檐洗下來，紅牆綠瓦，樹影斑駁，這裏既有歲月的寧靜，也有細節的豐富。寺裏不喧鬧，卻也不寂靜，僧人低聲誦經，銅缽叮咚作響，有人專注祈福，有人閉眼打坐，船有人像我一樣，只是靜靜地看着。長廊盡頭是一排排108隻銅缽，每投下一枚硬幣，像是把煩心事也一起放下。原來安靜不一定需要儀式感。這裏也是泰式按摩的發源地，寺中一角掛着古老的按摩圖譜，像是在訴說一種與身體有關的智慧。沒有表演，也沒有熱鬧，但空氣中確實藏着一種放鬆的節奏。就這樣走着走着，我終於來到了寺的核心。一尊46米長的金身臥佛鋪展開嚟，幾乎裝滿整個大殿。他閉着眼，微微含笑，不威嚴，不神秘，只有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。你站在他面前，會自然而然地沉下心來，不需要多想，也無需多言。金身一瞥，佛運長存。臥佛寺不是最熱鬧的地方，卻是我這趟旅程裏最安靜的記憶。